Bye.
这是另外不啦。Trasisho. Hadirin trasisho tadi.
这西洋车，这里转了西瓜小大人的。
这些了江南高中辍学来的人，俺这些两个那个从事学业。
那时候他当然让我修差不多，都去拿学艺。那时候那叫那啥，上我掐心那路呢，就这个些。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哟。